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南民进党议员提案，把超收的税甲交通罚金收来的钱普发给市民，若通过，一个人会当领到800至1000。为着总统诈骗，司法部甲赖合作试办认证机制，政府机关的名头前要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才是真正的。都要开学啊！花莲县家扶中心助学金刷幼儿欠6成，有700外的囡仔也在等待帮助。来看今日透早，桃园大园区伫咧滨海路3段就发生死亡的车祸，有一个76岁妇人人是去互连结交过掉伫咧车底。警消到场的时阵，这阿桑就已经明显死亡啊！这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也搁来厘清。救护车赶去事故的现场，不过掉伫咧车下底一个76岁姓詹的妇人人已经明显死亡。我打电话给我，他说看到人躺在车下，他被拧过去这样。他有习惯都会收那个回收啊，因为这边很多商家嘛，都有些保特瓶啊、一些纸器啊，他都会收。这件死亡车祸发生伫咧19早起7点半，一个42岁姓林的查甫人，驶连结伫咧大园区滨海路3段407巷的巷仔口咧等车红灯。变车灯了后要起步，哪像无注意到车头前的情形，甲当要过车路的这个姓詹的妇人人撞到，了后夹落车下底，当场死亡。与绿灯起步时未注意前缘状况，撞伤过马路之真姓妇人，导致真姓妇人卷入车底，现场明显死亡。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去现场处理。这个姓林的驾驶救出陈世玲，详细事故的原因要进一步厘清。目前专案警方讯后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今日早起7点外，大家咧赶上班的时间，是有一帮列车在车厢内底雄有乘客手机开始抢烟。这捷运人员是赶紧引导旅客落车，用这白火器甲火拍花。加在是无人受伤，嘛无造成列车慢困。旅客记录早起7点1分8节淡水圣基线这台列车经过明环西路站了后，车厢内开始抢烟，大家开始向公道走，到后一站相连，真侪人走落车，也看到一位乘客摕烧草背带的手机。旅客表示，到相连站了后，就有这份警官摕白火器来拍火。味道闻到应该就会警觉一点。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我就可能会去按那个，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台北捷运说明，这台由相连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有烟。情况中心时只是站长去处理，确定是一名大约50岁男性旅客，手机抢烟已经在落车，佮使用灭火器拍花，无烟雾。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经引导旅客下车，并使用灭火器扑灭。系统营运正常。台北捷运表示，目前电联车每节车厢到柜台拢有灭火器，若发生火警，旅客会当摕来用。可呼吁旅客使用电子产品，爱证明商标检验标识，避免碰起来、破损、摔掉架。若将电脑使用，若因为手机家己导火，影响行车运转，影响公共安全，严重者会当依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带大家来看政治消息，行政院是有抬调一寡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引起争议。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去立法院专案报告的时阵是表示讲，顶礼拜已经有提出追加预算878亿，望这立法院会当支持，赶紧审核过。我现在在立法院要行政院自行调整，就没有啊。提案单那几连白纸黑字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边硬凹。民众党团总召集人吴国昌，质询行政院长杜英泰，两个人对行政院抬地方的补助款有争议，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杜英泰表示，行政院顶礼拜已经提出追加预算，会当加做中央甲地方政府的解放，希望立法院支持。恳请立法院能够支持这一项追加预算，如此而来，解了中央各部会在预算执行上的困难，也我们会如实的、全数的。让地方政府不会因为这样的困难，财政结构发生任何执行上的难处。不过，杜英泰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备询，时间敢是无偌久啊？因为最近一直有风声讲内阁要改组，台北市长蒋万安建议，罗总统应该找合适的董事长董祖贤来做内阁。总统会考虑找童子贤组阁吗？总统最快825改组吗？
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那无论总统或者市长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好，才是全民之福。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人士确认的话，也会跟国人来进行说明。当作现讲这方面伊无失手，内阁人事是总统职权，无应该黑白评论。像是嘛肯定对应台伫国内外压力真大的情形之下是真辛苦。民主社会各种意见都可以表达，好不好？但同时间是不是应该由国人做决定？不管谁留任、谁去任、谁来补任，都要能够是一级的战力，都要能够回应民意、回应社会。根据了解，8月23了后，内阁确实会有部分的改组。民进党立委讲，上介重要的是改组了后，会当提出，互大家拢感受会到有改善的政策。希望新的人事开始碰了后，会当真紧熟手。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中央普发一万，真侪地方政府嘛有普发现金的议题。亲像即个台南就议员提案，要甲超收的税甲交通罚单收来的钱普发现金予市民。若是真正通过，一个人大概是会当领到800至1000。不过当地嘛有反对的声音，因是认为讲即寡钱应该用来做治水防灾、做交通建设。台南市府是回应讲会慎重考虑。中央目前已经确定要普发1万块啊！台南市议会18开临时会，民进党议员临时动议提案，主张市府嘛通甲超收税额、甲交通违规罚款，以现金普发的方式幸福市民。那也部分议员赞下支持。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把税入编少了。好，那其实这样会对未来政府在执行财政上面效果不彰，所以也藉由这样的议题，让政府知道说未来编列的时候要更精准。在咱财政袂歹情之下，一旦加发落百姓，苦民所苦，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主张啦吼。阮支持民党法。这个提案所指的财源是包括地方的房屋税、地价税等超收税额有8.17亿，加上超收交通违规罚款4.7亿，拢总13亿。照台南有186万人口来算，每一人平均通领800块。国民党有议员建议直接普发1000块，冇人反对这款做法。高丽菜就要300多块了，你说给800块，我不认同啦。我认为钱要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起呢，赶快帮这一些呢灾民重建家园。是要不要发？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好，那我们才会在最后做最后的决定。不是说现在已经答应要发了，因为这知识体大，而且对于财政影响财政的冲击非常的大。地震台南市丰泰省等溪北地区，目前也有真侪灾区等咧中建阶段，有民间团体庇守普发现金这个做法，建议钱用伫治水甲防灾顶管。那我们这些西北的，比如说治水的建设经费要从哪边来呢？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市政府或市议会可不可以优先把我们的预算跟经费花在刀口上？这个普发现金提案，市议会已经通过，特别发1000，估计上无爱18亿，已经超过台南市府现有超收的财源。黄伟提回应，尊重议会决定，市府会搁斟酌考虑，若有影要发，会伫9月2日定期大会进前提出完整报告。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是台南的消息，前议长郭信良牵涉甲供电业者讨乌西钱900万，桥头地检署今仔日搁约谈4个人。另外一个家己，这市议员戴玲是牵涉诈领助理费11档，去互判关5年半，今仔日已经报到入监。讲入供电弊案，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和高雄桥头地检署来约谈，经过新闻了后，以30万交保，且对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离开。这是今年4月画面，同款互约谈的有3地集团县政的董事长等人。其实大家辛苦了，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检方无排除郭信良是涉嫌找公山英做细组的负责人做白手录啊，甲业者收乌钱900万。嘛发现台南有供电案场是疑似偷带大量废弃物，19个约谈郭信良和细政的负责人等4个人。根据掌握，郭信良人已经伫高雄，公山英做公司的员工是正式有检调来公司，其他无愿意加讲。任何的审查案件，若资料不齐或者是不符，退回补正都是正常的程序。那本案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市府呢会全力的配合调查。再去来到郭信良的徛家，市电铃无人用手机嘛关机。台南市政府嘛强调，这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尊重检调单位的侦办结果。另外一件家己市府党籍议员戴玲诈领助理费的案件，嘛要伫19发监执行。戴玲是涉嫌长11年的时间，拢在诈领助理费，红破
判5年半确定，本地爱到嘉义地检署来报道，却无看的人，原来伊走去台中地检署报道。那本署不予准许。今日上午10时许，戴宁并没有到本署到案，却于10点10分左右到台中地检署报到。戴宁捌向检方提出去台中报道的请求，方驳回，但是19嘛是选去台中地检署来报道。台中地检署帮助嘉义地检署，甲戴宁送去台中女子监狱来服刑。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核三厂丁芳的公投，这礼拜六就要投票。反对丁芳的专家学者今仔日搁开记者会，强调因反对的7项理由。也若是支持丁芳的迄边，是搁再强调讲，台湾需要继续合理的电，呼吁民众投票就爱投同意票。核三中科公投8月23日进行投开票，来自全国900个学校系所，超过450位学者发起联署声明，提出7项反对核三中科理由，佮表示活动短暂经过核三厂区，基础软化真歹确保核安，爱极力争取无同意票。如果将来在一个大地震之下，造成底下的这核岛区附近底下的地形的地质的岩层的变形破坏，将来是一个造山的区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反对核三中科的学者认为，中科颠倒会产生更较侪万年核废、坐路减损、无符合经济效益等影响。更较强调空污解决方法并无伫中科核电。另外一名公投正方代表何小董事长董祖贤19强调，台湾需要继续合理的电，呼吁民众投支持核三中科的同意票。那台湾需要电，台湾需要好品质的电台湾需要继续合理会用照顾咱民生甲产业的电。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针对核能议题，核安会已经启动需要的定数，家己尊重公投结果，更加相信科学根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科技业面临本地关税还阁差20%起哩，而且这半导体还阁有另外扣税标准。鸿海董事长也是电工会理事长刘永伟长就表示讲，因的工会是有25%的会员受到影响，但按算要去美国也是其他国家设立科学园区。因为这关系甲成本有关，做工具机的台湾量德科技是已经宣布讲，在未来3个月拜5嘛休困无做。因应景气无好，美国关税阁有代票上大的影响。台湾车床大厂量德科技最近宣布，会对22这礼拜5开始，到礼拜5改做公司固定的休假日，按算实施3个月了后，才阁看订单的状况做调整。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目前呢，大概就是像那个工具机、模具、塑胶制品、自行车。这些产业呢，在未来的经营环境，恐怕呢，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企业者呢，周休3日，甚至周休4日。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经济产业链，以科技业来讲，要面对关税20%加 N。半导体关税阁有232条款。鸿海董事长甲电工会理事长刘永伟进前出席理监事会表示，有200个会员受到影响，希望会当甲政府合作，评估到美国、墨西哥等地区设科学园区，协助受影响的厂商。专家分析讲，未来企业定着有一波造锤的趋势，但是考虑到美国人力的成本真悬，中型的企业阁会较慢，小型的企业恐惊真歹负担。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为了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美国的关税，经济部研究提悬研发补助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该扩大国际订货展示规模，希望会当把产品推销出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今仔日审苗栗县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这款团是质疑讲，为着要推动土地苗大设国计划，会去变更着后梁、竹家等未少所在地目，造成960公顷的农地会消失去。环保团体是要求讲，若是要增加科学园区的用地，应该大声用受到污染的土地，也有这老工业区来开发。
款团的代表提票语早起时代到国土署头前抗议，因为中央要推动土地苗大设国计划，更加更较大范围来扩地。因烦恼讲，包括后人德家在所在的农地的无去，款团认为讲，台湾未来是无需要这么侪科学园区的用地。我们未来的整体工业地的需求，其实绝对会是降低的。一次圈就圈了900公顷的这么多的土地，将会成为炒地皮的一个标的啦。早起内政部国土审议会要讨论苗栗县国土功能分区图的草案，款团认为讲要开发新的科学也是产业园区，应该先针对无法度继续营运的工业厂区，也是已经防污染的土地来搬销，包括生产粮食的农地。它的水资源也可以释出来。它的土地资源释出来，它的人力资源也释出来，那应该是朝向这样。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像头份啊那些都是有。苗栗县政府回应讲，会积极配合行政院核定的大设国计划，帮助产业伫国际竞争有更较好的战场。但也表示讲，因应美国高关税的冲击，会做更较精准的开发，分期检讨和调整。如何在这个园区做精准的开发，然后分期的检讨，作为产业的后盾，那当然也不会有过度去浪费，或者是储备了过多的一个土地量能。款团大声喊讲，产业开发无应该摕生态、粮食和国土安全做代价，嘛无应该强定人民土地。对款团建议使用受污染的土地和工业区来开发，政府表示讲，这是本意真好的建议，会真欢喜纳入来做考虑。嘛强调希望产业和环保团体会当达成上好的共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今仔日早起是举办加密货币专场的拍卖。拍卖去互插口的泰达币，也有美金稳定币。本件的那个查获虚拟货币来源是士林地检署因为侦办某一件的诈欺案件所查扣的这个被告，就是这个林姓被告的这个虚拟货币，基本上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去喊价了。那它基本上 USDC、USDT 都算是美元的绑定币，都是跟1块美金做绑定。那目前来看的话，台币跟美元也是差不多30点多，所以差不多其实拍到价格也都是差不多符合市价的。士林地检署顶一日侦办一件诈欺案，分别是查扣2000多粒泰达币甲美金稳定币。所以讲今仔日是专工规划一场加密货币拍卖，底价公开，现场划价。这也是咱国内头一回拍卖美金稳定价，真侪人拢咧观察伊的市场价值。今仔日各地季风较好天，这过道是爱注意会落雷公雨，而且山区的雨会较粗，就爱细致。也若是台湾的东平海面，目前是有一粒热带性低气压，敢会假做是风台，也搁来观察。以最新的大气状况判断，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未来要发展成台风的几率明显降低。这一周温度炎热，我们预估的温度预报在北部大约是35度、36度左右，中南部34、5度，整个东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都在32度上下。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的平地以及花东纵谷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高温。看暝2点的时阵，这粒热带性低气压 TD15，要伫咧台北东南东550公里外，目前伊的速度是1点钟18公里，敢会发展做轻度的风台，也搁要继续观察。来看，接落来就要开学啊！花莲县的家扶中心助学金煞幼员欠6成，也搁有700多个囡仔咧等待协助。为着要帮助花莲县需要资助的各高中生来传助学金，花莲县家扶中心是特别邀请在地的社团企业做伙参加募款活动。今年是需要摕1240个囡仔来募款要1000万，但募款的进度敢若到4成尔。我们总经费大概需要950万、980万那边，但是截至目前来讲，这个缺口还有6成。那这一个金额，实际上我们就是给这一群孩子们在交通、学习或生活这方面的需要。家扶中心表示讲，虽然学费目前是政府来补助，但是生活的开销嘛是造成这需要帮助的较善家的家庭真大的压力。助学金会当替因补关键的这条钱。家扶中心在生活上嘛安排各种课程陪囡仔做为成长。因为是缴学费会比较方便一点，就减轻家庭支出。会很怕他会变坏，还好有家扶中心来辅助我们。有时候
他会先跟我们讲说他们下一个课程是什么，小朋友都会很开心。另外，受资助的学生嘛反映讲，伊捌去兼2份工课，要来传生活费，结果去影响到课业。但是教育局是改变未来的管道，无人想要来休学。大家嘛知影目前景气是真歹，但嘛是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斗相共，甲囡仔的希望之路点好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诈骗的步数哪来哪济？这诈骗集团常常是假做政府机关，敲电话夹会，即阵佫会利用假赖来管钱。即阵司法部就宣布甲赖合作试办认证机制，有政府机关的名、工作职位、人名，而且头前佫会加一个蓝色的盾牌，这是真正政府机关人员。根据民众过去受诈骗的经验，有人是因为互假做政府单位卡来的电话骗去，嘛有民众受过家里来邀请的诈骗。他是户政事务所的人，然后我的身份证有一个人拿来盗用，然后叫我就是留电话什么之类。针对这个问题，所谓发展部表示，即马电话底信和网址拢有分辨政府的方式，所以政府嘛进一步和赖合作。提出政府赖认证机制，盾牌加上这个机关，再加上职称，再加上姓名，这样的方式，以后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自治化的一个表示方式，让民众可以去比较清楚的去认识去识别说啊，这个的确是我们政府机关的一个账号。民众表示，感觉政府推广这个政策真好，和名册有若是狗仔同款，嘛有民众表示，安尼会当互老大人较好分辨。这样就很像那个 FB 有个蓝勾勾的意思嘛，觉得挺好的啊。如果有的话，那最好让大家一些年纪大人，他根本就不懂嘛，来了就乱按。像是我妈有时候问我说：“你是不是叫我汇钱？”我说哪有啊，就类似这样子。因为即卖的诈骗手段真侪款，除了有赖认证以外，民团嘛建议针对法条做调整。法规的部分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再加强一下，对，就是对于这一些的罚则啊之类的都能够再更有效的去执行。也若政府赖认证政策，所有发展部表示会对8月19开始试用，希望会当减少民众受到诈骗。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教育部6月是发行中学全面性教育指引手册，不过民团是指出讲，这份的内容内底有真侪拢是用戏人讲算出的方式来呈现，而且佫有真侪性暗示。民团就要求这教育部9月开学进前都要修正。进前金门争议导令课纲引起社会讨论，互真侪家长烦恼讲台湾的性教育出问题。有民团拜二召开记者会，指出教育部伫今年6月份发行的中学全面性教学指引手册，内容出现大量的性暗示教材，内容无妥当，恐惊互台湾的性教育倒退路。阴茎这个部分的教学，它整体的这个语言设计，它充满了性暗示的双关语跟戏谑的口吻哦。比如说像这个“此处虽是彼大营”。各位非是必胜客哈，那滴不进是你软，滴在外是你短哦，等等这样的一个戏谑的这个词句。原底教育部做这份中学全面性教学指引手册，是希望用来引导学生了解家己尊重别人，落实性教育。不过民团指出，这份指引有10项大问题，包括鼓励性探索去取代风险管理，嘛引用欠缺科学实证的素材等等，而且教学内容有真侪拢是以戏人讲算出的方式去呈现，民团认为真无妥当。在单元5的流行性文化里面，他引用了这个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这一首歌，而且要学，他是在课堂上要去播放这首歌的这个影片。民团要求教育部伫开学9月份之前提出修正的版本，因为教育部是讲会伫咧教学指引内容呈现这款负面的教材，是希望老师伫咧教学生的时，会当运用现代资讯来协助学生了解性别美思，培养辨识的能力。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18伫咧白宫，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还佫有几位欧洲的头人见面。Trump 在开会开到一半，佫敲电话予罗西亚总统普京，讨论要安排美国、罗西亚、乌克兰3方峰会，希望会当讨论停战的代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穿黑色西装赴约，来到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这场会面甲2个月前来比，就紧张的会议气氛相对较和谐。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aid the same. Yeah,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on I you. said the 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now he's I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Let's keep. And in the same suit. You see, I changed you. 川普伫顶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会面了后，专向呼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伊表示，就算战争进行，也会当推动和平协议。All of us would obviously prefer an immediate ceasefire while we work on a lasting peace, and maybe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As of this moment, it's not happening. But I believe a peace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all of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attainable, and it can be done in the near future. 随后，川普也甲多位欧洲领袖举行峰会，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兹、英国首相斯凯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参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领袖聚焦安全保障，马克龙是呼吁美罗欧甲欧洲举行4方峰会。I think as a follow-up, we would need probably a quadrilateral meeting because when we speak abou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speak about the whol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your indication of security guarantees, of some sort of Article 5 style guarantees, fits with what we've been doing with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which we started some months ago. 川普把中断会议甲普京通话，讨论安排美罗欧峰会。会议结束了后，川普也发文透露，普京已经同意2礼拜来举行会面，会开始安排普京甲泽连斯基伫定定地点就结束战争展开会谈。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напевно, будуть розшиватись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і буде все більше і більше деталей, і так як все це буде на папері, якимось чином формалізовано найближчий тиждень, 10 днів, як я вам і сказав. 川普也表示，有了罗西亚真紧就会释放就这名乌克兰俘虏。也毋过面对记者提问，敢是派美军到乌克兰确保当地安全，川普并无正面回答，只讲并无排除这种可能性，显示出伊的立场已经有所转变。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瑞典一座已经有113年历史的教堂，因为当地挖矿的产业地产一直陷落，这2天因的当局是当咧无用，甲教堂搬去5公里外的新地点。这搬过了后，就搁爱安置，还搁维修需要时间，就要到明年底才会当重新开放。这座1922年起的真大红色木造建筑，已经放放伫巨型移动平台顶，准备启程去新市中心。伊的所当时速上悬每点钟500公尺，有计爱用2日完成5公里的搬刷。And when we went underground in the 50s, what happens is that gravity makes the land want to fall into where we mined out the iron ore. And now we've been mining down to 1,300 meters. It continuously to fall down slowly. 搬刷任务并不简单，也毋过专家利用教堂结构优势，改善将内部原本直接固定伫壁顶的祭坛位，甲有1000支音广的广风琴固定好，安尼会当免伫即寡电状风铁道破坏。为着这座搬刷之路，负责教堂搬刷任务的瑞典矿业公司也拓宽道路。It's like a triangle, so it's very good construction for moving. And we have the beams, steel beams, under here in 3 layers. And we have the SPMT trailers, quite wide with two lines. 真如那地区矿度量犹原是真大，未来产量甚至会当超过高达开采总量的数倍较济。教堂甲旧市中心下面犹原有矿藏要继续开采，为了避免地层下陷，佮保护居民甲安全，才会当迁城。2019年代中期，位伫北极圈以北140公里所在的真如那，其他建筑拢已经陆续搬到安全的地带，大部分的建筑拆掉重建，也毋过代表是以整体搬刷的方式来保存。旧市政厅厝顶的钟楼也互搬走，即马采伫新市政厅边仔，瑞典矿业公司会负担整个基隆那市区搬刷计划的费用，估计超过100亿瑞典克朗，相当大票314亿。公司新闻为您编译。转来国内看高雄使用太阳神跳表系统的客停车，自17暗时开始，就将这稳将发现跳表的收费标准走转去，走转去20年前的标准。这司机就讲，因安尼是等于走一抓了一抓。不过高雄这间跳表系统的经销商是敢若剩3间，因若要排队去修理，阁要等几2点钟。这2天减碳的加开唔知偌济。
对高雄市811路西对复兴1路过来，沿路拢是排队等要调标的计程车，因为太阳神跳表系统自17开始出现无正常，时间甲费率向走登去2006年。运将走一抓了一抓，拢赶紧走来找厂商调整。不过，这阵高雄市的经销商剩3间，这几工伫遮自早甲暗拢是排队的计程车。有运将讲调表10分钟，不过排队就要几点钟。我想讲要来啊，不过车足多啊，无法度啊，所以就靠慢下来啊，慢2工啊，安尼啊，系啊。你这几工敢有走车？你无走啊？我走一抓了一抓。对礼拜开始暗时啊。然后对10点多晚上10点多，做到早上5点多。一台大概爱开偌济？差不多，如果说简单的话啦，差不多伫5分钟至10分钟。经销商表示，这摆出问题是1台甲2台系统，公司有提供维修的软体，只要电管就会当解决。但因为要调表爱等，有运将敲电话要联络跳表系统的业者，拢找无人。这几工减碳的加开的要找商讨，因此向高雄市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来反映。工会表示，因有联络到业者，目前会先赶紧把系统恢复好势，后续会协助司机要求补偿。各车行把所有的资讯汇整齐全之后送到工会，工会商业同业工会这边会集体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包含他们的营业损失、少收费用的部分。经销商表示，跳表系统无正常是全国使用这套系统的计程车拢受影响。目前高雄市受影响的车辆数也无法度估计，不过，干那昨一天，伊一间店就换400-500台。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光雕烟火秀是当年拢成真侪游客去看。不过有保育团体就发觉讲，这烟火秀是办伫咧地上大庇地湿地，这烟火噪音甲真侪野鸟惊一个唔敢来。这2冬这鹿科甲鸭科的数量拢减真侪。保育团体是呼吁县府，莫搁伫咧湿地举办这款活动。8月11暗时啊，国家级的蓝地地上大坡地的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伫放烟火的时阵，在地保育团体记录到有规定的野鸟，因为拍到惊全飞走。地上青年飞到工作站，报告公布这2年大坡地举办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因的调查发现讲，2024年活动了后的24点钟，当咧环视路口的野鸟减少15%；2025年因为烟火放的地点有煞较后壁100公尺，影响有较细，减6.7%。也若鸭科的鸟类，2024年减30%，不过2025年却是明显减50%。虽然烟火表演会成观光的人阵，不过野生动物煞都因为安尼，高不离将离开家园。保育人士呼吁，唔通搁去咱地放烟火。确实长期缺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调查结果。那这次透过跟池上乡亲合作的调查结果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蛮好的。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目前累计已经有54万外人来参加。地上乡每一年拢会争取伫咧大坡地举办光雕烟火的表演，请侪游客来看。不过，即马对生态明显有影响。乡公所讲，明年袂搁放烟火，或者是会换所在。我们有1年的时间，我们会重新来思考。也来重新拟议一下，是否有其他的活动可以代替烟火。县府表示，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是由各乡镇提出计划来争取，每年地上乡会提出更较友善环境的规划，嘛会尊重地方。另外，嘛会请各乡镇伫咧争取活动的时阵，嘛会甲对生态环境冲击的调查包括在内。记者综合报道。外来种的4脚亚洲金蛙入侵南投，毋但是高滩种威胁到本土的生态，这叫声阁真大声，吵甲居民挡袂牢。所以讲南投县府就甲社区合作，这个月组成头一批清除队，望甲这寡亚洲金蛙赶紧掠起来。外来种亚洲金蛙，这款4脚的叫声就亲像牛。最近这款外来种入侵南投，南投县政府陆续接到民众的通报案例。农业处组成社区亚洲金蛙清除小队，要来防治。有志工讲掠亚洲金蛙正看运气，有时阵3点钟才掠2只尔，鼓励一般民众挂手套斗掠。尤其人静静的时阵，叫伊超过70个分贝吼，会影响到人的安宁。民众通报了，我若去到遐，只有会看无啦，所以我嘛希望讲民众若法度掠先甲掠起来。亚洲金蛙定拢伫暗时活动，尤其落雨天，搁较会走出来。一届上济会当生2万5千粒卵，而且通活6年。
南投市社区亚洲金蛙青都小队，这个月甲单出禽8解，掠超过20只，按算的执行到10月底。一次生出来的卵大概有8000颗到25000颗，所以而且它成蛙之后，造成我们本土的蛙类生存空间被压缩。农业处就惊长期落来亚洲金蛙大量生团会危害到台湾本土的生态。呼吁民众若发现这款外来种，会当打1999专线通报。农业处希望靠政府、社区之间甲民众做伙努力，赶紧清除亚洲金蛙。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19位新心障碍者经过3个月学习，利用手机去记录心得的风貌，嘛互大众会当用因的角度看到无同的风景。现场正的摄影作品有迄以古法烧做火炭的炭窑，也有迄造船厂有来制船过程。其实这拢是心身障碍朋友的作品。敢若短3个月时间，成立一间体能中心，19位学员经过摄影老师看教，都法度利用手机翕出美丽的作品。有的放一些木炭可以烧，靠近一点，我们就可以拍越多越好。你觉得拍照难不难？不会，拍照很开心。老师教我们有艺术的感受，是技巧，从前面到后面要有技术，你要拍到最好的样子。有这几道翕相的老师指出，其实这些心身障碍的学员，甲一般人无啥物无同，只要加一寡耐心甲鼓励，因嘛会当翕出真好的作品。多用耐心，然后可以很温柔的示范出正确的，然后带着他拍出好的作品。那其实他会慢慢有累积成就感。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都需要被鼓励、被支持。他们开始去观察，他们想把自己心里所传达的一些事情。家人、朋友的生活写照，你也能够拍摄出来。在这个拍摄出来之后，他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透过作品对因的角度，重新看到生活的美好甲希望。每一张作品都有无同款的节奏甲色彩，让民众会当透过作品去感受身心障碍者的世界。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经政署统计发现，讲这囡仔、青少年去防诈骗的人数8档来就增加3倍。诈骗集团是利用手机游戏甲因骗钱，甚至吸收因做共犯。教育部是强调讲，会继续甲警政署合作，教育囡仔都要提高警觉。专心咧耍手机游戏，爱甲朋友同齐对战休乐期间，未少儿童少年会耍手机游戏，消磨时间，也会甲朋友联络感情。也毋过有心人士也会利用手机游戏对李小做游戏诈财，严重也个会所谓性剥削。就故意想说你好强哦，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东西啊？我那个时候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直接把他禁了。如果别人叫我做别的坏事，我就说你怎么不自己去做，要叫我做。小弟特别拄到手游诈骗，我甲在伊真更加无方便。根据统计，二小诈欺案类型以网络拍卖上济，基础是买物件，游戏点数早起。自清社刚发现，二小一无细哩，就较会伫网络上拄到骗讲，加介绍代买游戏点数的骗财诈骗，还是预约式广告诈骗。国中生、高中生的孩子，他们面临到是升学或者是学习上的挫折，那交友的部分也会面临到可能一些人际的问题，我们会吸收这样的孩子，甚至我们有听过就是有直接到门口去堵人的。根据警政署统计，105年防诈骗绩效人数是863人，也未到113年度，人数缩缓3倍，其中超过9成9是12到18岁少年，甚至也阁有绩效为被害人变作车手，加做诈骗共犯。在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要一个概念哦，这个网络上任何的一个有可能都是在要骗取你的一个个资啊，就是说你那些族群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一个认知啊。对这个情况，审计部制作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呼吁教育部等单位运用电影认证方式宣传绩效，防止诈骗。对此，教育部强调，会继续甲警政署合作，加强防治辅导、加宣导，强化绩效反诈意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风的患者除了传统复健，即阵阁有一款利用磁场刺激大脑的治疗方式，互中风的患者有法度渐渐开嘴讲话、甲写字。屏东的基督教病院这3个月就已经治疗20个中风的病人。
而且这病院嘛提醒讲，中风了后3个月至6个月是康复的黄金时间，呼吁民众都爱提早治疗。字写了愈来愈好势，展现性的精神甲活力嘛有较好。展现性伫今年6月时阵中风，原本气力甲精神一天歹过一天，加速伫病医建议之下，接受中腹经络主刺激系统的治疗方式，活力有豆豆恢复，嘛会使讲一寡简单的语词，甚至是写字的福建，拢有感觉明显的进步。他要讲我们听不懂，他也会很懊恼。做了2次。他就不坐轮椅，他自己走。另外一位拄到车祸的陈先生，因为脑部的外伤造成偏头痛，去影响到困眠。接受治疗了后，头痛明显减少，语言甲思考功能嘛有提升。屏东基督教病院引入这套中腹经络主刺激治疗系统，算是非侵入性的神经调控技术，经由主场刺激大脑，会使帮助受损的神经恢复功能。每摆治疗时间大约20至30分钟，患者无需要开刀，也无需要住院。院方表示，已经有20个人接受治疗，病况拢有改善。人家进步，我感觉讲袂痛，安尼我会好。好困，搁情绪控制会调，搁我咧即马咧甲讲伊，搁较会理解，听较有，伊咧讲话我也听有啊。做了精准定位之后，针对这个地区，然后反复重复的刺激它，动作方面会进步，语言吞咽各方面它都会进步。这项系统除了对中风的治疗有帮助，也有应用伫帕金森症、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不过院方提醒，若病人体内有装经啊、金属的物件，就要经过评估了后才会使治疗。伊嘛呼吁中风了的3至6个月内是复原黄金时间，民众若发病爱提早治疗，骨力复健，才有机会搁恢复行动和语言能力的机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另外一项医疗突破，这台大病院是甲中建医合作，做全世界头一项鼻肝世代研究，追踪21档。这项研究成果已经互刊伫咧国际医疗期刊。只要抽血检验，就会使知影敢是感染到 B 型肝炎。有一寡慢性的 B 型肝炎患者爱长期食抗病毒的药啊，避免恶化做肝癌。不过，台大病院甲中建院合作研究发现，活动性慢性的 B 型肝炎患者，也就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血清的高度比100国际单位较低。肺管硬化活动性的患者，伊肝癌发生率干那0.08%，是比国际监测的0.2%标准低真济。伊肝癌的风险，甲无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族群差不多。显示患者强要好完全，会当唔免去食药啊。假设他的表面抗原是小于100，那这群病人他的肝癌风险就真的很低，他们的肝癌风险低到我们认为跟一般族群差不多，那所以他们的追踪可能可以也许不用这么密集。另外，针对免疫耐受期慢性 B 型肝炎的患者，研究团队头一届发现 B 型肝炎表面抗原比1万国际单位较悬的人，颠倒出现肝癌延迟发展的现象，这对界定真正的低风险族群有帮助，较免过度治疗。精准的治疗当中呢，我们当然都需要知道说这个不治疗的时候，长期追踪的风险是什么？所以在流行病学也好，临床也好，我们就需要做长期的追踪研究。研究团队强调，这是全球头一届进行的鼻肝世代研究，总共收6139位鼻肝的患者，长期追踪21.7年，发生肝癌的人数有547位。这项研究成果唔但凸显台湾伫肝病流行病学的国际领先地位，会当成做未来国际治疗的指引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甲捷克伫咧政治上拢有去互威权统治的历史。即阵捷克中心台北举办世界展览，毋通互台湾的民众会当了解捷克对威权时代成做民主国家的过程。透过海报册立体顶顶，展览捷克下过150年的设计。这是捷克中心台北举办的捷克平民设计展览。希望用设计，互台湾民众看到捷克互专制政权甲革命变做民主国家的过程，安怎透过设计的创意来抵抗威权。Presents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s of Czech graphic design, but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prefer, and I really like Czech film posters because they show a large variability of approaches, large variability of styles. You can see illustration, collage, photography,
typography used very individual style, representing different soul of designers creating those posters in 60s and 70s.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节课的平面设计，反映无同时代的思想，所以现场嘛有展出过去政治宣传的海报，争取民主选举的海报等等，希望用设计做一个下语言的沟通方式，让台湾民众了解节课。展览的执行单位台湾设计研究院表示，设计就是代表国家的软实力，嘛希望透过交流，会当让台湾设计有更多元的创意。捷克的设计能量在社会上、在文化上、在政治上的一个推动哦，所以我们觉得双方的交流文化、经济跟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关键。这个展览会对8月19开始伫上山文创园区展出，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这届的展览和交流，希望未来会当有机会和台湾进一步合作设计。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这几年，咱台湾的啦啦队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今年底，公司台语台要推出全国头一个啦啦队的养成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互观众会当了解啦啦队工课兼酸苦涩甲训练的过程，嘛互大家知影讲啦啦队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佮爱有运动的知识，嘛爱有团队合作的能力。啦啦队的青春舞蹈定期的比赛过程，替选手加油嘛，带动全场气氛。这几年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公司台语台要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养成实境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经过海选当中招10个成员参与，其中有成员应过是运动选手。即马虽然无做选手啊，不过伊毋忘透过角色的转换，改为选手加油。就是为一个动力，会当我阁袂当放弃，因为阁有人在看，我阁爱更加加油。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个啦啦队的原因。就是普通的人嘛，阮毋是啦啦队，但是足多谢节目会当互阮真正做一回啦啦队。为着要互观众对养成的过程了解啦啦队这个工课兼算苦涩，菜鸟啊 Nice Play 嘛招这帮的5位应援团长做伙来参与节目训练这菜鸟啊，希望互因了解，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佮爱有棒球知识、训练体力，也佮有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你捌棒球，你嘛爱对棒球这个运动有热情，所以呢，一般来讲，阮是。大概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啦，对啊，所以因足厉害，当伫个2-3个月内底，会当有安尼表现。不是只有在跳舞而已，不是只有在应援而已。我觉得学着团队待人处事，这些最重要的，这在节目里面都会看得到。节目会伫今年底起稿，伫咧实境养成的过程，会对10位选手内底淘汰4位，最后敢若选出6位，会当徛起咧棒球场的乌烟舞台，用台语替选手加油，希望替台湾应援文化注入新能量。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德国一间安养院利用 VR 虚拟实境科技，互老大人毋免出门，买当看世界各地风景，做回来看。德国中部欧辛邦比肯巴赫市的阿加普莱松安养院，照护员开学咧准备清地种地，为老大人清了后，开始进行每一礼拜一摆虚拟观光行程。An einem wunderschönen blauen See. Ja. 为了丰富这老大人生活体验，阿加普莱松安养院引进虚拟实境 VR 科技，让这老大人免出门也用旅游世界。为德国的希尔特岛、慕尼黑一路升到黑尔滕，老大人对新科技拢兴趣是感觉真新奇。Die Aufnahmen sind sehr deutlich und gut. Man ist direkt mit den Tieren verbunden. Ja, man kann sie schwimmen sehen, links, rechts, oben, unten. Ja, also es hat mir sehr gut gefallen. 有人感觉科技冷冰冰带来强烈的疏离感，毋过对长期住伫安养院的大狮子来讲，就算可能因透过投地种地欣赏故乡同款的风景，毋但感觉欢喜，也引起思乡的情怀。Ich bin von der Niederlande an der Küste. Das ist da so toll. Und da hat man immer Heimat.
开发这个种地的 Vitabrick 公司，总部伫奥地利，专门研发个人科技产品，市场包含德国、瑞士甲奥地利的老人族群。每个月定期换3大景点的行程，影向理想来看，无网络也用看。因家己看，也因邀请3个共兴趣的朋友到阵体验戏剧的旅程，同时也针对失智的病人制作特定主题的观光影片。In der mittelfristigen Zukunft, in 3 bis 5 Jahren, können wir dann natürlich unsere Stärke aus dem deutschsprachigen Markt nutzen, um in weitere Länder zu expandieren, weil wir einfach vom Konzept, vom pflegefachlichen Konzept her auch die beste Lösung am Markt sind. 透过透地种地，老大人应体会真正式的旅游经历，同时看过岁月的距离感，连接过去的记忆，重新感受怀旧甲温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戏剧歌手 VTuber 不是真人，不过同款是真受欢迎。日本的 VTuber 经纪公司2月伫咧美国，甲因的戏剧歌手办演唱会，成4000多人去看。这场伫美国洛杉矶的演唱会现场气氛正嗨，详细看台顶的歌手并不是真人，是李子环世界 VTuber 实况主孙美生。虽然不是真人，不过孙美生用正顺的英文甲大咖的观众互动，受欢迎程度是无输乎真人的歌手。这是日本科技公司 Cover 旗下的 VTuber 经纪公司第一遍伫海外办的去年实况主演唱会，有4000多人来参加。开始进前，场内电话粉丝是开甲满，因为外港的 VTuber 对规身躯的穿衫打扮就看会出来。Of course, gone to normal concerts, and it's great. You love feeling the crowd, but the energy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 person, and you see this 3D like anime girl absolutely singing and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that for real. 2016年，日本出第一位 VTuber 是动画游戏甲直播技术合作的结果，用动态捕猎技术塑造虚拟人物，所以伊肢体动作甲真人正同。虽然不是真人，不过 VTuber 依然正受欢迎，因为伊有人性的一面，包括个性甲人格特质，用好听的声音，搭配生动传神的声线。甲粉丝正密集的互动，展现出明星的特别魅力。My name is Mori Calliope from Hololive English. I am a singer, songwriter, rapper, reaper, and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virtual artist. 根据日本的饲料公司QI Research 的调查，伫未来5年 ，VTuber 的产值会增加3倍，到大票455亿。不过对粉丝来讲，市场的竞争代表有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再回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9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